丁定贤，快点出来！不出来都给你们烧死！烧死他们！烧死他们！烧死他们！快出来！再这么下去，大家都会被呛死，不如出去跟他们拼了！就算是死，我们也要拉几个魔教贼子来垫背。丁仪师太肯定在里面，我们走。走走。有人，给我杀！师傅师叔，我们来了！丁丁师姐他们来了。阿弥陀佛，汤师兄，我们衡山派与贵派无怨无仇，你为何要假扮魔教，苦苦相逼呢？要杀便杀，不必废话。依林，你弟敬师伯呢？师伯他被奸人围攻，离战元气了。是嵩山派的沙天将。你是何人？华山气，令狐冲。辟邪剑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贵派处心积虑的对付衡山，也是奉了左盟主的号令吗？不知我们衡山派到底何处得罪了你们？师姐，杀了这些贼子，为定境师姐报仇。师姐，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你们去吧，转告左盟主，我们衡山派从此不再听他号令。师姐，定境师姐被杀之事，贫尼自会昭告天下，向嵩山派讨个公道。走。走。师太慈悲，晚辈佩服。他们也是奉命行事。师姐，哎，师伯，师伯，两位师太已经激战几昼夜了，早已经体力不支了。天兄，你也在这儿，伤势怎么样？啊，无妨。大家先撤回水月庵休整。走。走。教主，真的是您！
家兄弟，快请起。谢教主。多年未见呐，大家都起来吧。谢教主。没想到在有生之年，还能见到教主。师傅，教主回来是大喜的事情，何必哭哭啼啼呢？对，是大喜的事情，天大的喜事。教主，您老人家回来就好。五岳剑派这些年可是嚣张的很呐。教主重建江湖，五岳剑派那些狗贼们还不吓得尿裤子啊！本座能够重回神教，多亏了向左使和东方少使夫妇。老夫久居在外，还是头一次见少使夫人。当年神教被五岳剑派攻破，土崩瓦解。今日本座决定重设青龙白虎、玄武三堂，堂主分别由贾长老、东方少使和向左使执掌。遵命。五毒教嘛，乃是神教的旁支。凤凰姑娘，我就任命你作为长老，继续统领五毒教人马，你看如何？任教主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五毒教现在还未打算重入日月神教麾下，你怎么忘了呢？这儿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先走了啊。不是。教主，梁姑娘久居云南，不太懂教中规矩，容东方日后慢慢开导。哼。师伯，多亏了水月庵这两柄削铁如泥的龙泉宝剑，否则呀，我们是坚持不到你们来的。二位师太福缘深厚，总会化险为夷的。江湖中传闻你如何的不堪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以讹传讹。晚辈确实结交了几位魔教中人。正派中的就都是好人吗？此次嵩山派的所作所为，却比那些魔教更加不如。毕派数遭大难，均蒙令狐少侠援手。这番大恩大德，哎，阿弥陀佛。晚辈只是帮了些小忙，师太此言万万不敢当。令狐少侠不必过谦。哎，令狐兄弟，任大小姐被困在少林寺这事，你可知晓？你说什么？